澳門咁繁華嘅地方，要離塵不離城，確實唔容易。仲要喺一個傳統嘅校區附近揾到新樓盤，更加難上加難。但係而家正有一個樓盤可以滿足晒呢兩個條件，就係呢個嚟緊會開賣嘅舜宇天匯。附近嘅教育配套有4間學校：蒲崗、鮑思高粵華、培正同埋彩高，令你小朋友返學更加方便，節省通勤時間，贏在起跑線。瑪麗2世皇后瞭望台呢個位置就係我哋俗稱嘅海角遊雲啦。呢一度就4通八達，去氹仔、皇朝、黑沙環、中區都非常之方便。我哋休閒娛樂嘅地方就下邊水塘，全長2600米，絕對適合你飯後散步同埋晨跑。松山嗰邊都有條新嘅步行徑，落到下邊我哋一個好大嘅望廈體育館，見到呢個圍欄就知㗎啦。每年都會有賽事喺呢度經過，由呢度望到落去發夾灣，你都可以睇到精彩嘅賽事。黑沙環太密集，高士德太舊，東方明珠區太貴，呢個水塘區啱啱好符合翻你嘅戶型同尺數，啱你嘅預算，仲有全新樓，近小朋友返學。2026年焦點樓盤，你冇理由錯過，2成首期，利息而家都減咗啦，印花稅亦都有補貼。全新樓未賣過，戶型由開放式到4房一樣有。第2座呢邊就係第1座，層高就係7至18樓，一共300個單位，2個入口，一個入口喺呢一邊，一個入口係漁翁街。舜宇天匯呢個樓盤樓下都有17間鋪位，所以到時應有盡有。鏡頭前嘅你就唔好錯過呢個全新樓盤，離塵不離城，水塘校網區舜宇天匯。有興趣嘅話喺下方留言，我將我有嘅資料一一俾晒你。有興趣嘅話喺後方留低你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所有平台。我係 Oscar， 舜宇天匯，抹低呢個樓盤。再見，拜拜。